會話近70%會員預計聖誕節嘅生意比舊年差。鄧永琳報導。大坑舞火龍、維園彩燈會，連埋灣仔無人機表演。9月舉辦多項慶中秋活動，但係旺丁未旺財。統計處公布9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按年跌6.9%，連續7個月下跌。以類別劃分，汽車同埋零件銷貨價值跌近27%，珠寶首飾、鐘錶同埋名貴禮物，連同中藥亦都跌近18%。銷售管理協會話，旅客消費力普遍下跌，加上港人不想消費，持續影響零售業市道。同舊年嘅超低基數去比較，今年9月呢天氣唔算太差，而9月中呢港股亦都開始有啲上升，令到整體嘅消費氣氛睇落去呢有啲改善。不過值得留意嘅係呢，零售業而家面對一啲基本因素呢並冇顯著嘅改變㗎，包括好似遊客嘅消費模式轉變咗啦，消費力普遍下跌啦。大批市民繼續咧係假日北上消費，咁再加上咧港元持續強勢。就快雙11，協會話2成半受訪公司預計喺加強產品推廣下，11至12月生意可以錄得單位數增長，但係近70%公司預計聖誕節嘅生意比去年同期差。聖誕節期間呢，唔少市民都會外遊啦，一啲涉及本地市場嘅零售類別，估計生意咧都會下跌㗎。咁好似係電器用品啦、食品啦、眼鏡啦、家私啦，同埋個人護理用品咁。而一啲同遊客相關嘅零售類別，譬如鐘錶、珠寶、百貨、時裝咁呢，亦都估計生意都係麻麻地嘅啫。政府發言人就話，國家推出提振措施，內地經濟前景或者會改善，加上美國減息，港元匯率可能隨美元走弱，連同施政報告多項新措施，可以協助零售業渡過經濟轉型期。Now TV 記者鄧永琳報導。施政報告提出設立體育爭議解決機制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話期望出年有基本方向。至於